早晨啊，咁多位，我係阿豪啊。最近咧多咗好多人問我，豪哥，你到底係因咩契機嚟日本啊？點解會選擇日本生活啊？我呢度咧再同大家介紹下我嘅人生嘅經歷啦。以前咧就係喺廣州咧係讀職中嘅國旅啊，石溪嗰間國旅啊。跟住之後咧就去嗰間日企公司做銷售，嗰時工資得1900蚊一個月。嗰陣時咧公司好多日本人都要識日文嘅，咁我就唔識，我就自學啦。最記得有一次咧，有個同事，我問佢呢個日文點讀，因為佢識日文啊嘛。跟住佢串到話，你自己去學啦，做乜要問我啫？我就記住呢句話記咗成世，跟住我就發奮圖強，自己去學日文。因為由細睇 TV 大噶嘛，睇龍珠啊、海賊、死神咁啊，自己去學。一學咧就學識啦，好簡單，好快就上手。後來喺公司做咗3年嘢之後咧，就同我老豆講：喂，老豆，我想去日本留學，體驗下生活。跟住我老豆話：咁你咪去咯。咁順理成章就過咗日本啦。Nice。2014年嘅7月份，順利嚟到日本留學。留學期間咧就打6份工，基本上啊呢邊嘅生活費啊、房租啊、學費都係自己搞掂嘅。後來就心諗留完學讀完語言學校有啲浪費，試下考個大學啊！又俾我考上咗喎。最記得嗰陣時考大學咧，考咗3間，一間係東洋大學，一間係國士舘，一間係拓殖大學。前2間東洋同埋國士舘咧都係唔得嘅，最後尾拓殖大學再唔得咧，我就要翻廣州。又俾我考上咗喎，跟住又讀咗4年，讀完4年之後咧，順理成章咧就做咗而家房地產嘅銷售，一踎就踎咗10年啦。回想翻嗰陣時真係好辛苦啊！一個人過嚟日本，冇人冇物，咩都靠自己。呢個就係我一個人生嘅經歷啦。我就係咁樣過嚟日本噶啦。講真啦，我同我細佬咧，其實細個真係2個都讀書比較差，成績比較差，2個都係讀職中，一個讀國旅，我細佬讀電職。嗰陣時咧，我記得身邊好多人咧，咩高中啊、大學生啊、本科啊，成日笑鬼我哋2兄弟嘅。哇！你睇呢2兄弟生得靚仔，但係啲學歷差到鬼咁。跟住我2兄弟就唔鳩睬佢哋。而家咧講真嗰句，我同我細佬收入係佢哋嘅好幾倍，我哋2個叻仔過好多人。呢個係我而家值得驕傲嘅嘢。我同我細佬而家吊打以前嘲笑我哋嘅所有人。所以話人生好多機會，講真嗰句，讀書係重要，但係讀死書真係唔得。多啲出嚟睇下世界，俾多啲機會自己。嚟日本呢係我自己嘅選擇，亦都唔會後悔。我都好開心，我喺日本生活，識到我而家嘅老婆。之後呢，我都會繼續做好我抖音，做好我嘅工作。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呢，隨時可以聯繫我。想嚟日本留學嘅，想嚟呢邊生活嘅，有咩問題隨時聯繫我，唔使考慮咁多，想嚟就嚟。諗得越多呢，越唔會行動嘅。歡迎大家點波關注豪哥，記得撐豪哥撐粵語，係咁先，返工啦，拜拜。